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今仔日咱过来讲金华城，但是唔是要来讲科片。金华城天天断案，天天判。查缉甲记者是随涉到案情爱严办，但是偏偏刑事诉讼法无依法。天知地知理知我知事知同，敢有影？今仔日咱来讨论记者的不知情。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台師大政治所教授曲條雄。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第二位資深媒體人陳敏峰。主持人大家好。第三位職業律師郭依婷。主持人好，大家好。第四位咱資深媒體人謝和日。大家好。那麼繼續，咱就來關心，今日一早起，檢方閣再針對着金華城案件第三屆提審着民眾黨主席的郭文哲，不過回顧着金華城案件的偵辦過程，記者的消息總是比檢方呢較緊。外界質疑是違反着這個偵查不公開。北檢分案調查結果講，因的消息的來源唔是對公務人員來。前台北市長民眾黨主席郭文哲牽涉金華城案方收押，早起檢方第三屆提審，不過頂日啊媒體報道講，檢調抄到關鍵的 USB 有2021月7日1500新慶間，都有記者講已經經營檢調路線7檔，對消息來源有200%的信心。互外界質疑檢調人員是不是有涉入案情，違反偵查不公開？這些都是未經證實的消息。企圖影響社會輿論以及法官的心證，偵查不公開的原則，難道已經被視之為無物，踐踏在腳底下了嗎？北檢呢也應該要清楚的說明哦，不能用一句不予證實來撇清責任哦。北檢為了自稱分案辦泄露秘密，團5個記者交定說明，佮發出聲明強調講，消息來源唔是對公務人員來的，偵辦團隊嘛無泄露偵查內容的狀況。面對那邊質疑，執政黨立委回應講，因看也是那邊合刻意的抓住民進黨打綠，營造對綠營的對抗，激化政治的鬥爭哈。他們思考的可能還是要在立法院裡面保留藍白合作的空間。新會期就要開議，這陣在野黨的主席閣方收押，媒體報道寫了比檢方的新聞閣較緊，偵查不公開，受到質疑，看起來執政黨的挑戰會閣較大。記者綜合報道。那麼繼續呢，咱就來關心講，到底刑事訴訟法裡面有規範到幾個人會使面對着法官還是檢察官咧審問的時候，我無講消息來源。來，例外的吼，例外的就是因公務關係應該保密，這是179條。吼，另外因業務關係應該保密的，醫師、律師、會計師，這182條。甲自身利益有密切關係，哦，這我小等要來問律師吼，做記者。那麼，如果我因為我若透露了後，我以後我的消息了就登去，這會當算做講，甲我自身利益有密切的關係，所以我會使賣講嗎？哦，這是一種。另外，甲當事人有特殊的親屬關係，180條。我要首先來問這個曲老師吼，這辦案媒體吼，媒體辦案。其實這應該唔是頭一擺，有哪辦哪泄露，哪辦哪知啊，大家啊專門辦案嘛，吼。這是風俗，還是文化？這是習慣啊，就是講這屆咱嚴格來講，這屆唔是第一屆啊，足一屆啊，尤其是大案，愈是大案啊。本案開始就開始辦案了。對大案開始，只要有大案。重要案差不多攏會出現這款狀況。啊，咱即擺要問的是，這款狀況敢有正常對還是唔對？咱世事攏常常是安尼啦吼。
上少嘛，咱要知影，尤其是对法律的角度来看，哦，一定要有一个标准嘛，对还是唔对？哦，咱即摆看，咱就是讲柯文哲这个案咯，吼，咱即摆来讨论这嘛，吼，警方案即摆消息有泄露无？有还是无？即摆有嘛，对无？无头拄你主持人你嘛有讲到，对无？啊，柯 P 伊随身定定咧扎伫伊身躯边的迄 USB， 啊 ，USB 无法度，咱大家拢无法度讲，大家拢会使看到嘛。你会使看到，你嘛无电脑，你无甲插着，你嘛唔知影内底是啥物嘛，对无？啊，即马内底的消息，唔是讲全部，一部分外口知影嘛，啊，就 USB 内底，譬如讲，哦。小沈1500沈庆金哦，所以大家讲哦，你看涨着1500万，啊，到尾讲哦，唔是，迄1500是下晡3点啦，1500是下晡3点，哦，啊，你有你的解说，我的解说，别人有别人的解说，哦，这无问题，啊，但是这条哪会走出来？外口哪会知影 ？USB 内底的代志呢？你 USB 唔是警方检方你已经甲扣押嘛？你甲扣起来啊嘛？外口应该唔知影啊！啊，内底即摆内底有诶物啊？最趣味的是检方发的这个声明讲，阮无查扣到 USB。啊，这足奇怪啊！啊！这是不在此论啊！就是讲，我去忘掉啊，第一届从啊开始，就讲有迄 USB 嘛。啊，第二项，哦，第二项是咱估计了例啦，吼。啊。柯文哲因太太，哦，迄讲讲伊去查着讲有2个保险箱啦，哦。啊，到尾啊，保险箱因为检方去甲扣起来嘛，去看内底的物啊嘛，哦。啊，陈佩琪走出来面对咱的记者会，伊甲记者讲好内底有啥物，到尾啊，伊讲一句话讲，啊，检察官就甲我讲唔通甲记者讲，啊，即摆哪会记者知影？所以我记这2个咧，USB 就好，啊个就保险箱的代志，哦，咱就知影讲，外口不应该知影的物啊，外口即摆知影，哦，啊，即摆是这一定有写啦。是安怎写？吼，咱唔知啊。即马检方吼，台北地检署台北地检署新闻稿内底讲啊真清楚，讲阮查过啊，阮调5个记者来问过啊，哦，问过到尾啊拢代志，因拢讲无，哦，所以我即马甲你讲无，哦，啊，但是到遮就好，哦，恁个后壁甲我骂，哦，甲我骂安尼都唔对，为什么？因为阮已经查过啊，我即马甲大家报告，我查过啊，讲无代志，干嘛呢？这邱老师，你是自头到尾讲一摆互咱听啦。啊，伊后面吼，我读互大家听吼。本属应将严格要求本案侦办团队恪遵侦查不公开作业办法相关规定，并持续密切关注本案有无违反侦查不公开之情事。适时调查以厘清案外界疑虑，一旦发现有违反侦查不公开之情权，定依法严以求职，以正视听。歹势吼，你头拄讲，我本来头拄讲了，我就无想要佮讲吼。啊，但是即马你念过，我实在忍不住哦。我可爱讲一解。可能知你忍袂因为我是做老师的，吼，就敢若阮伫学校吼，看学生咧考试。啊，即马涨着，有一个学生作弊，喏，即马我涨着了后，我讲你怎么会作弊？伊就提出一个校规读给我听，考试不应该作弊，作弊者依校规严以处分。好，安尼念过啊？安尼我有算作弊无？有还是无？即马代志就放伫遮嘛。我头先讲过。意思是讲，如果我若搁互你抓着，我就好好啊。去互你发，什么人会使抓？即摆你讲到重点嘛，什么人会使抓？这什么人在发吼？现在咱老的检察官有什么人会使去甲检察官查？检察官本身呢？来，咱老的小等第2趴才来问吼，这面吼啊，咱咧走新闻的时阵，拢有当是吼检调也好啦，还是检调的朋友也好啦，吼，那
啊，搁有离奇的检调的女朋友也好啦吼，即我拢有拄着嘛吼，拢嘛会甲咱讲一下。对啊，记者的新闻来源实在是足多元化的啦。譬如说，你讲我有一届，我以前伫交通部上过班嘛吼，阮就拜六的时阵伫迄交通局开一个秘密会议，讲迄 ETC 要搁延续无？吼，阮大家拢开会伫遐，搁有迄开个结论出来，阮就拢无讲啊。隔工连工哦，隔一工迄一个报纸《自由时报》，或者记做清楚，就写一大篇，哇，内底面讲啥。但是呢，结论完全甲阮拢无共款。然后我迄当时我就怀疑讲，我做记者的时阵会写迄会议的记录嘛是写变成安尼，就是完全甲开会的内容完全无共款无。啊，毋过你存你即条新闻啦，那你有去开会，咱知影讲伊写毋对嘛。啊，毋过你这样就是民众都认为讲《镜周刊》写的拢对啊。啊，问题是北检就甲你讲，伊写的唔对啊，啊，真是对还是唔对啊？哦，你这个开出一条哦。对啊，啊，你知影这案件的人，敢我想检察官是袂讲，但是甲检察官做一寡事务服务，啊，佮双方拢有足侪律师啊，啊，民众党内部会讲无？啊，所以讲你一直讲这是什么剪掉绑出来或怎样，你这样就是无办法好证实啊。其实阮做记者人就是安尼啦，除非涉及到泄露国家的机密，阮才不爱写。无阮写着，阮像这走遮久的新闻记者，阮听迄所谓的新闻来源，一定是有足久的交情，然后有足久的经验，你讲的话。拢对的时阵，我会判断讲你讲的，我要信不爱信。我才会信。如果我袂讲，真正的路呢，捡捡到，我就讲，迄捡到拢是假的嘛，捡到是一个借口。啊，像咱伫报社走新闻走10多年，啥物人讲的，譬如说我走民进党的新闻，啥物人讲的话我会写，啥物人讲的话我袂写。我会知影，我会判断讲，这个人伊平常时的判断的代志的标准伫倒。哦，而且伊有核心内底也无核心嘛。啊，毋过我才会写，我感觉伊是有可能是讲着对的代志，甲真的代志，我才会写啊。所以说你讲哦，这是党主席搞，我有一届写柯信荣要开啥物大会，然后要台独党要安怎的时阵，哦，迄行资啊，陈忠信就一直追杀我。讲你消息来源对台来，我讲主席甲我讲的啊，你要相信无？你要相信主席甲我讲的无？所以讲记者，反正你做记者你嘛做过记者这道嘛，伊就是爱培养足侪人脉啊，去听足侪不同的消息啊。所以你认为应该写不该写？我应该爱写啊！你也知影讲是真的，你就爱写啊，对无？你有充分的保留就写，除非是泄露国家机密会影响到国家安全，有啥物要限制记者？啥物用写，啥物袂用写？这是阮的立场甲检察官是无共款的。但是检察官你应该爱办的是啥物案？就是郑文灿迄案内底，你讲你声押郑文灿内底有迄所谓的检调内奸。迄个人，通风报信。迄个人就是爱办呐，迄个人就是泄露这个侦查方向啊。你这样办记者要创啥？记者写的对啊毋对，你也啥人知？但是迄个人你就是用伊的证词来声押郑文灿，表示迄个人是恁检方的内奸嘛。迄个人就是爱办啊，但是郑文灿规个起诉内底拢是迄商人还是郑文灿，根本无检方的人啊！啊，你为啥放过恁家己的人？恁家己人，迄个人那是泄露机密的人啊，对无？哦，这条这小等你，对啊，记者凭本事跑走新闻，你讲我什么漏什么新闻？但是我小要请我护士吼，你小听者吼，有诶吼，超工要假话要放话的时阵吼，放一半，互你写甲无完全。啊！你办案的人就讲，这个毋是我讲的啊，吼，啊无就故意吼放唔对，啊，互你来写，吼，
啊，你来告我的时阵，去到法庭的时候，我才来讲实在话，嘛有这种手法哦。小等才讲观众朋友听，但是我要先请教的律师吼，到底记者是有这个权利，有这个天职，通我来写还是歹写？应该想来讲啊吼，咱从这件来讲，咱的侦查不公开吼。侦查不公开，咱的法务部都有一个侦查不公开的规则嘛。好，还内底有讲，咱侦查不公开的适用对象吼，都有7种人嘛，拢司法官嘛吼，司法事务官、检察官、警察、医书、有书、心理书、佐餐师。那个是那个拒绝证言，拒绝证言。我讲的是说，那个针对这个侦查不公开的一个适用的对象。侦查不公开，对象，对象内底其实无记者。那你讲对象里面其实没有记者，好今日的问题就是讲吼，咱北检的那个说明书有那曾经告诉讲吼，今日吼有去调查发现讲第一，这个吼那个记者的这个资料吼，不是从我们上面这些侦查不公开的适用对象查出来，好第二就是讲吼这记者吼因为用保护伊新闻来源嘛吼，还有个拒绝证言吼伊就该尊重。好我回应刚刚那个主持人讲记者有拒绝证言权，因为今麦来讲今麦咱的拒绝证言权有3种啊就第一是你的身份关系啦，你爸爸这歹代志你做囝的可能无法度去讲爸爸有犯罪事实。第二就是你的跟你自己有关系的就是讲，咱个人讲我可能其他日讲这种话我做了这个证言，我家己变被告，我就扣2年关。咱个人讲被告有一个不自证己罪的权利。第二种就是讲，我家己利益有利相关的。我讲的时阵我就扣变被告就扣2年关。我会当扩大解说讲，我若跟你讲了，我以后记者我就免做。不好意思。不，这袂使怎解释？因为到底记者甲有讲拒绝证言权已经差足久啊啦。从差不多2008年的时阵就开始有学者写文章讲，记者甲有看到会当有拒绝证言权，毋过即卖就是讲这个讨论毋过还没有一个定案呐。所以讲因为第3种是讲咱的业务关系，就关律师啦、医生啊、心理师安尼第3个因为业务关系之后，秘密有可以拒绝证言，刚好记者无。迄是法律上面的更改，但是新闻改拒绝透露消息，这是天条。这是天条。我来问何志，你敢有叫人告过？我唔捌，你唔捌叫人告过？无啥新闻就小心呢。若是拄着咧。我讲啦，安尼啦，国有国法，行有行规啦，对无？你检察官，你就依法办案，你有保密的义务，对无？你不能透露随意透露案情。记者的义务是嘛？我就是爱报道是我的职责，保护消息来源是我的义务。毋过你拄着法律的时阵，伊要甲你法律就法律罚啦。以前检察官嘛，连续处罚1届3万啊，一条一条罚你自己要去衡量嘛。你检察官你惊那有帮啊？你就甲告啊，对不对？像柯文哲一样啊，证人转被告啊，手机拿来啊，伊这届是安怎？镜周刊叫伊交手机，伊说镜周刊讲我不爱，检察官讲哦，我尊重你新闻自由。以前哪有好康，拜托的，哪有好康？这是上上传这课题呢。对啊，伊那好康来讲，你不爱提就不爱提，我就问你啦，这个案，北检9月9号，用他自案，分案，自动用他自案，9月10日就出来甲伊讲，就结论啦，甲讲，拢无阮的代志，有人来查案呢，泄密你一定有剪掉，你有记者嘛，对无？你结果咧，有个记者叫来问的，拢讲无，你就无啊！你检察官家己内底有查无？你甲你检察官讲，恁手机也交出来无？无嘛，伊看新闻稿内底拢无嘛。伊讲较含的，伊新闻稿一开始，约谈记者的时间拢签唔着。我这本是后来搁改。原来咧还记者的时间拢搁签唔着，搁来甲伊讲安怎？甲伊讲迄记者是依照综合分析判断后撰稿，意思讲记者摇着，靠较厉害。过来伊甲伊讲上开报道与本案卷证亦有诸多不符之处，诸多不符之处就是有对有唔对的啊。那是我甲伊讲，完全我都好人，我甲伊乱写，你又要创啊？
这就没有泄密的问题吗？我家己现在乱写，我忘掉的。那你我要创啊？迄就是一定我有对嘛？啊，你即摆写来讲，你有一寡唔对，吼，所以无泄密，靠有人安尼，伊甲你讲，伊搁喊，甲你推讲吼，还被告其他诉讼代理人均可知悉内容，吼，看阮爹家己来讲，我有一个1500。陈佩琪甲伊讲，我外口办公，我互人敲2个保险箱，后内底有100万，这对伊有啥好处？自损1000，然后伤敌100，吼，你刚才我甲你讲，这种话讲到吼，讲是被告家己办的，迄有就真正伤过寒。我讲，迄嘛是歹讲啊！你有民进党内底派系内底嘛是说，啊，即摆就一个人，我搁继续讲，吼，伊讲为什么这案还袂查了？伊讲我用侦查不公开办法第8条，吼，这社会瞩目案件，所以我出来说明，吼，我即摆查到的搞我无地带。啊，迄条我就问你啦，柯文哲的案件是社会瞩目案件？你捌出来说明迄内底案件无？无，过来。侦查不公开办法第8条第7点，你讲对于媒体查证、报道或网络社群传出事实内容与事实不符，影响被告、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及其他诉讼关系人之名誉、隐私与重大权利或影响案件之侦办者，认为有前程必要。今麦外口的这些消息，是不是更符合这一条？外口的真假，吼，公告安呢，你是不是伤害诉讼被告人的名誉？你北京有出来讲过一句话无？为怎有到你家的时阵，吼，你查你基本就查都无查嘛？有的记者坐来问的，啥物都无查，你就甲我讲，无这代志。所以啊，柯文哲的代志，你拢念。最后是你认为讲，其实北检除了这张新闻纸以外，伊应该开一个记者会，讲我这吼。恁这外口咧流传的这个物件无正确，唔是啊，你本来就双标嘛。你若讲这无正确，啊，迄个正确，啊，你唔是泄露？啊，唔是啊，你本来就是适当说明，唔是讲本来就不是全部公开案情啊。你本来就是适当说明，而且我爱讲，爱适当说明。本来就是啊，那你家己，咱来讲吼，你家己这代志你爱说明啊，应该唔免。过来一点，吼，本来这代志应该先上来查。你北检查北检，你是查得出物件？本来就是应该高检出来查的代志啊，就处第3害啊。本来就是高检应该来查这代志，吼。啊，你即马家己查，啊，家己讲我无，啊，搁用遮离经的理由，较无人安尼啦。啊，迄当初那个扁案发生的时阵，哦，鬼民进党你控制讲你那个侦查不公开，那也在讲遮济。是啊，泄密是不应该，但是我是说你泄密，你最后只有用这种方法去澄清，你笑死人啊！这应该是袂使讲团购开天啦，应该是迄阵时开始就完。问律师就知，律师你从业差不多有10几档啊吧？差不多嘿。吼，迄阵时开始你嘛有拄到这种，不论是大案小案吧，这都会拄到啦，嘿，多少会遇到啦，嘿。啊是啥物情形？你通讲难听啦，小案啊，外口放话甲你讲的。应该想来讲吼，咱你放心，你袂去用查。没，我是细汉的，没无种代志。应该想来讲吼，无一定哦，你来阮节目就变大汉哦。歹讲吼，因为吼，咱侦查不公开的管理规则有讲啦，就讲吼，有几样要件就是讲吼，基于发现真实啦，好啊，发现真实是检察官在侦查的一个目的嘛，好，啊，今日就是讲两人要发现真实，国家要诉追犯罪，啊，有的时阵开始检察官也放一些消息出来，好，让还在没有被抓到的被告，而且讲后面更大尾的人，好，误导说金麦办案方向是安呢，没有要查到我，可是呢，其实是检察官要去抓你。像我办个架有几个讲诈骗集团案件，好，因为这案件也蛮大的，我是那个亮点是较下游的所在部分。啊，其实咱怎样讲吼？咱的侦查时阵，我的当事人有讲吼，讲伊上游是猫咪人，好，啊毋过吼那个新闻出来讲，伊上游毋是这个人，是别人这个人，好，啊这样可能会
偷渡这糖啊，所以甚至是放烟雾弹。嘿，对，放烟雾弹安尼，奇怪，应该不是吧？而且阿卡在那个记者可以写得这么详尽，而且烟雾弹嘛放得太厉害啊！这十几天连续叫我看到人都飞去啊。系啊，就是讲有的时阵是讲吼，检察官他是有他的目的在啦吼，有时候会放一些消息出来，吼，然后让这个真正的一个被告吼去判断说，伊今嘛到底是不是安全？好，上一件就是安尼，就后来，真正检察官要抓的时阵，这都不是新闻上讲的迄个人，实际上就是讲咱调查过程当中，阮当事人讲的迄个，才是真正的顶管的上这个指导者安尼。我是有同意他还好是。拄啊，律师讲这吼，你迄检察官的办案手段，你袂当去伤害别人，对无？第一，你袂当去伤害别人。你讲我为家办，吼，不要紧，其实我要做这，要毋过你袂当去伤害别人。第二个，我甲你讲，检察官办案的手段，即届啦，侦查不公开这代志，讲7天来的解决嘛，吼。你遮粗鲁，吼，这么粗糙，然后呢，你甲讲，今嘛拢甲我检调连院，吼。法院吼，拢无阮的代志，拢毋是我讲的。迄假仔歹，外口的消息放假安尼，吼这种东西当然真假，但一定有部分是真的，毋是恁讲的，就是讲这物件洗几啊链啊，叫到记者手头，这个比你直接跟记者泄密还要更糟糕，对不？尤其遐内底个跑政治路线的，伊讲你这消息毋知几啊手啊，吼。侦查不公开，早就已经被破坏得一塌糊涂了。记者才知影这代志。我是感觉可能是这个上笨手的人去偷偷去提出来，照种可能嘛。记者搁做骇客，家己去害进电脑内底，够厉害。国民大会啊，搁伫个时阵啊，有一个记者扮成那个waiter去内底。就迄个人我也扮，迄个人我也扮。所以记者都辛苦，你知道吗？找新闻找都辛苦，消息来源很多。我迄阵是做数据，啊，搁调讲，搁人探听一个有诶无诶，这是知吼。但是我是赞同讲，何志讲你上无爱查一个较有实施来查诶啦。吼，你若家己查家己，一张纸就结束。就两张，歹势2张纸啦吼，无啥物说服力。不过，老师你有认为讲，就是你有你的阳关刀，我有我的独木桥，我记者的天职啊，我就是来查我做鸟鼠的，我就是爱到处去软你做猫的，你就爱离无咱就安尼，但是。游戏的规则到即马阁未清楚。即摆咱在座拢总5位，阮到4位，你阁甲主持人咱5个，咱有4个做过记者，历史无尔啦，咱4个拢做过记者。我做过较早的记者，我算做较早的老记者啦，互你嘛。先拜。就记者来讲，我听到的，我信。我听到的，我就会使写。我讲实在话，但是写出来可能有责任。要负责啊！迄我本身嘛要负责啊，对无？我有听一寡物仔来，我本身有我本身的利益，我就甲改一个，改，因为我的利益去甲改一个，某种程度这款代志嘛发生过，这就不应该啊。我头拄讲的第一点会使写。就是我听到的，我老实实甲写出来。第二种就无共款就是因为我咧想的，我内底去甲变嘛。你个就制造假新闻的人啦。第三种愈较恶质，根本就无这代志，家己编的。这我咱伫新闻界较早新闻界慢慢听过啊。根本就无即个代志，讲伫台北县，较早叫做台北县边什么河的边啊，讲看到一卡皮箱啊，阮内底有人头啦，有手啦，有分尸啊！迄警察惊一个，大我冲去，他我规半步讲无，到尾找个记者，你伫倒位看到？伊讲无咯，我家写，对面茫着，就甲写出来。曲老师，你有听过迄？
外交的官员甲记者联合编一个新闻无？有这个南线专难迄。有啊，拢有啦。我讲实在话，伫新闻界内底，尤其阮这款做过较早做过老记者，听足侪这款故事。但是吼，我嘛有拄到一届吼，这是可能大家会意见，就是因为伊这个物件吼，知影吼足少，你若一写就知影是谁讲。是啊。啊，所以吼，爱挑故意写甲唔对。模糊者啊，无你就换人写。这就叫做什么？咱做记者的技术嘛。对啊。保护。你头都讲，你有问到，我的办法嘛。做记者呢，因为我听到消息可能一时啊尔。哦，我今晚要甲写做会头版头条呢。对啊。哦，我一定要加油添醋，啊，搁加糖，哦，搁来加辣，啊，才会变做头条啊。哦。不管你安怎做，你头拄互你有讲过，行有行规嘛，你有你的道德嘛，你袂使去伤着人第三者也是来当事人，你不管安怎写，你袂使去伤着人当事人。不过这经过案情，你一写，拢是咧写对柯 P 不利的啊。不，你嘛袂使去人讲啊，人去撬伊的保险箱，啊内底有50万。你安尼共写出来啊？你陈佩琪开记者会讲啊？到尾是家己讲啊，到尾伊家己讲啊，因为伊知影无讲哦，迄口是个愈忙愈济。我讲就是无共的啦。我刚陈佩琪迄代志哦，我那是知影，我一定写，因为这事实嘛。好，即摆是讲即摆是讲，我就讲我的报道事实是我的的责任。义务嘛。啊，保护消息人是我义务。要毋过你检察官你家己保密义务咧。即马是咧要讨论遐嘛，记者无问题啊，我写啊，你讲好违反法律，你检察官搞我告嘛？我讲现场证人转被告，你搞我告嘛？我还是要保护我的消息来源，你要罚你就来罚嘛，好啊，坐牢也是记者要承受，这本来就是安尼啊。这我头拄讲啊，你写了，你甲改编，你甲写了，啊，但出代志，你家己改编的人爱负责哦，你袂使讲我是记者可以保险箱这里告目前为止。看起来是真的嘛？好，这个部分看起来没有加有天助。我已经唔知影是真的。因为陈佩琪家己有出来讲嘛，讲回来，伊是讲保险箱这个代志。啊，陈佩琪家己有出来讲嘛，伊若准无出来讲，内容是 match 的嘛。对。好，假如没有他陈佩琪没有出来证实，好，你家己写，你相信这代志，你就要负责任嘛。对。后来就安尼嘛，这个责任包括你自己报社内部的惩处。包括法律上的责任，你家己记者不能留在担。对，所以我头拄咧讲的意思嘛是同款，就是说我做记者，哦，我写的我负责，但是你检察官还是检察官，你伫检察司法单位内底咧工作的人，还是调查局，还是即摆即届佫出来一个廉政处，恁迄内底有人会出来放话无？会甲检察官合作伙啊？敢若你就出来讲的。检察官甲记者，吼。这泄密的一定有甲检察官甲记者嘛？啊，谁在这个中间角色比较重，违法比较重，一定是叫检察官嘛。结果你记者叫来问诶，啊，加到传都无传，拢无处理。这有道理，这样有道理。对嘛？我嘛刚看个怪怪。你是搞记者恐吓嘛？对不？你搁写我叫你甲马玉文赶快来行一抓，所有同业对着你拍，把你当作犯人，这不是安尼？是。我即摆是惊讲吼，其实嘛毋是记者家己处理，啊嘛毋是检察官去办，是周边嘛，因为周边不关系向导，消息的源头你是检察官嘛，所以伊对伊来，所以伊即个新闻稿写甲真有道理，就是讲拢是死导友，不是适用对象这拢无适用即个对象，有可能是安尼哦，因为在我的经验内面吼。可能唔是检察官，嘛唔是事务官，嘛唔是司法检察官，嘛唔是司法警察，嘛唔是辩护人，嘛唔是各属代理人，啊嘛唔是其他真早的即个法警去提即个手铐，拢唔是，啊可能是上便当的。头先讲啊，课本数的。我就想起过去有一个古早故事啦，咱的国父孙中山在伦敦去用哭起来的时阵。甲送即个纸条的人是谁？伊就是等伫外口，啊外口顶头一个纸条顶头写拜托送去我的老师康德里老师。所以柯文哲家己弹出
弹抓弹出来，就了解啊，就柯文哲呀。我唔知，我唔知哦。但是我感觉这个有可能嘛有一种剧情弹出来讲我有15001，我有2个保险箱，你嘛唔知啊，对无？保险机扣在内底，你知保险箱往敲。但是这还佫形成一个代志，就是讲变做吼，变得假这咧空中吼。咧互相咧对，有当串情啦，有当是对焦啦，变做有当律师有当知影双方面咧想啥物。今仔日有一个台北支持，颠倒然变歹。今仔日有一个台北支持袁钟小平，伊今仔开记者会嘛是讲安尼呢，伊讲有可能会造成隔空什么？隔空串证，隔空串证，然后没有法律的那个规定啊。那这边安怎就是？你如何证明隔空串证？对，那是讲哦，你隔空串证这种物件吼，因为法律上没有法啦，吼。啊，他妈的无法嘞，无法啦，系啊。真正无他们法。讲吼，为什么讲要确定讲到底谁是侦查不公开适用的对象？是侦查不公开有刑责，伊联系到就是泄密罪啊。好啊，因为泄密罪只是刑事犯罪，所以必须要规定的很具体啦。就讲像有适用，上不适用啦。嘿，啊，他回应他主持人讲，今日有人吼，在隔空喊话、隔空安尼，吼，因为这边误导办案啊，是讲要泄露消息给里面的被告呢，吼，其实嘛真简单。检察官啊，或许讲伊讲的可能有透露一些讯息出来，就简单。上讲的上开那个记者会，请伊来地检署做证人。你来讲，你讲我听，你讲我听，嘿，啊，你也开始讲，哦，你的证据有啥物到什么程度好，还是讲你确定有泄密，安尼直接泄密被告就直接来问了，嘿，这是检察官的正常的处理方式是安尼，嘿。哦。其实我感觉这本来就歹办啊，你不要讲，你采访过记者人拢知影，你看电话互啥物人啊？伊绝对袂甲你讲诶，比如讲，曲老师，我问你啥物事，我袂用讲啊，你有用迂回战术，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安尼？反正你问行业问句啊，你就应一句两句安尼，你就可以这个分析嘛，对不对？所以说你这个，我觉得每次在追究这个都是政党哈，谁被关就会追究这个，政党没有被关的人就没有追究这个。事实上，从那个大案开始，哪个案子？哪一次没有侦查不公开？不是侦查都很公开吗？那这个东西就是在这个现阶段很难证明的原因，就是说没有办法证明这个是写的东西是不是真实的，因为你案情还没有办完，那你写的东西是不是真实的，那没有办法证明嘛。那你除非要证明真实之后，才有所谓泄密的问题啊。那你现在好，检察署跟你讲说。有些东西是不符合啊，不符合那就是错误的消息啊。好，现在逻辑变做是讲，何止你啊某种程度的承认讲，这就是记者的天职，哦，检察官你就爱有保密的这个天职，你若有才调，你就去报出来。但是报道的人，你就爱有天良，你唔是你家己有责任啊，你也家己要有天良哦。你唔通一直写去公开。讲天良，就是讲你来写事实啦。卖啦，记者爱有天良啦。写事实啦。记者的天良。或是你嘛有天良啦。用天良来讲，就上过虚无缥缈。你有爱写真的物件嘛？你知影真的物件嘛？你那写唔对，吼，我们有时候新闻会压，对压保公明仔写安怎啊？你压唔对，你就要改我这小的报社会惩处，大的代志你就去。你知道啊？对啊。法官那边如果有责任，你家己也莫担，对不？你即马北检的代志，问题是讲到底我来讲，我觉得北检新闻稿绝对没有讲这是假新闻。好，有写假新闻，你连传都不用传了，你传来要创啊？我家己讲我忘掉柯文哲能力，传民众当看呀，对吧？你在传什么？你现在状况就是说，记者来唔捌对记者较客气的啦。开天辟地，你看看，我刚刚这种代志，哪一个进去不是被约过进去当证人的记者很多啦，好，都一个较好过的，拜托的。这种代志哦，追起来真的很无聊。就像我们跑那个内阁人事的新闻一样，有当下又唔对，有当下你的消息来源，伊本来嘛是最核心的，伊就是。但是有当是讲又唔对的，害伊一世人呢。对啊，不是啊，但是你记者就是你确定你过去跟他的交往，他是确知的消息来源嘛？所以这种东西，那你内阁猜错人，那你就要那个吗？
就要被处罚吗？但不过我还是爱问这个法律的效果啦。律师，你有赞成讲啊？咱这个法律应该来修的，修较明确的是，还是卡伫倒位？应该想来讲啦吼，其实讲以那个记者来讲哦，记者应该讲会用修法是讲伫放伫遐，就是讲义务那个不作证的义务啦，吼，这是我是认为啊，其实这工作久啊啦，差不多20当前都有人在讲啊，我们台大的学者那个王兆鹏教授都下文章讲，因为吼记者本身具有一个第四权的义务嘛，权利啊，观众有怎样知的权利，所以这个本身吼要保护他消息来源，今天应该要把它修订进去。好啊，至于说刚刚那个侦查不公开的内容吼，因为侦查不公开吼，谁是最大的资讯呢？咱讲资讯的掌握者，其实就是检察官啦。啊，但这改吼，我买谁刚讲这改吼，今天那个地检署这边有点避重就轻，就是说找记者来问一下你啊，伊无讲看你告讲伊告内底的告人泄密，因为这些才是有资讯来源啦。啊，当然这是无可能会讲的呀。嘿，所以我刚刚讲吼，咱以后的修法时阵会讲。在那个人工公不做做证人义务的时阵哈，这个方面应该记者是要把它放进去啦。那是这哦，就是譬如讲，佮加一条，讲以后若有这涉密的这个情形，倒一个单位那涉密，就倒一个单位的顶司落来起落来查，安尼较有意思啊。无你家己查。这本来就应该交钱来查。你这就是讲，我查都无啊。因为那就是官相护，这怎么可能？因为抵那的这个侦查不公开管理规则有讲啦，讲地检署有一个检察长吼，叫主任检察官，这是差不多每一年都会做一个小组来调查说，今年到底有没有一些泄露的侦查不公开情况。所以嘛是有自我检查的机制。有啊，唔过吼，他们刚刚就是讲老师讲嘛，唔对，你讲的也对，因为这是地检署自己自我检查。你看，现在讲吴宗宪嘛是讲过啊，讲什么自己检讨很多案件，后来都没有一个有结果的，对。近3年呐，哈，近3年哈，该公那个自己检查出来说有问题哦，这3件呐，大家是不太相信。这就是属具体这个自我检查机制。嘿，检查一体，嘿对，就是这个意思嘛，老师。检查一体，不是这个意思。我知啦，就是。但我应该安尼讲啦哈，这不是检察官的问题，也不是什么人个人的问题哈。有管理的人，基本上伊的滥权的有滥权的倾向，在阮伫政治学内底看拢是安尼。所以你一定爱找一个外口有一个权，会使来甲你制衡。所以咱为什么讲权力要制衡？要不权力就会泛滥，原理就伫遮。你这个不管安怎讲8点，你这个去用怀疑，这点我是赞成头都互你咧讲的。你上只爱换一个机关来干查这个案嘛？你换高检也好，或者换其他的人来专门查这个案子，你袂使讲你把家己办了头拄讲，我头拄听律师讲，我知影。你到年底咱个这个案放起内底，咱大家看讲，这个蛮歹势啦就过啊，后盖阮袂安尼啊是咧准无。就是这政策的后果，政策的后果就是打压新闻自由。但是你看这个政治的效果吼，当事人的人权。我算了，我问一个趣味的，就是讲最近的这个民意调查吼，民众党的支持度对13.8%降到12%，其实是变化不大呢。咱安尼哇，这个消息安尼拢讲因党安怎？无差偌济，还是讲这个10几%其实是拢迄死线啊，差不多啊，你无差，何止你安怎看？那是啥物无变化？因为最近民调才济啦，我是感觉这个民调好，才1.8%吼，我是感觉无遐少啦。因为这个民调机构本来都对民众党较友善，吼，我是感觉是讲台湾民意基金会哦。对啊，伊本来就安尼，要毋过他有没有支撑？我感觉是有啦，等于讲。本来柯文哲迄阵假账啦、木可啦、众望基金会，迄来大家摸在烧嘛。结果你8检甲敲了以后，甲起诉了第一届，来讲无保请回时阵，然后第2次你司法的翻转查这时阵，
这些民众开始怀疑讲啊，今天你两个我拢相信司法，好，我们相信第一次的北院，还是相信第二次的北院？好，所以你的意思是一来一去，拖平呀？民众就会觉得说你司法都要跋杯嘛，好，过来你北检，好，逐工消息放到安尼真真假假，好，你讲即马听起来有一个600多万的吼 ATM 60届600多万，头前有一个170万到700万的，即马无人讲啊，对无？吼，你逐工放到安尼，吼，搁一个北检，我更正一下，恁拄仔讲无北检唔捌讲无 USB 哦，北检是讲无两钱包哦，吼，是 USB 内底无两钱包，唔是讲无 USB 哦，吼。啊，你消息这你讲话有艺术啦，跟 USB 没有什么相关。即马是讲讲，你放到安尼有诶真真假假的时，啊，人就迄个小草就感觉讲，检调甲司法看起来怪怪哦。啊，柯文哲可能是黄险害哦，对不？可能是司法破坏，基准他这个时候就撑住了嘛，就剩下的。好，它就变成有撑，所以点就一定范围上不一定。但是它有跌，它有跌，但是而且柯文哲有伤害，而且我不相信它跌这么少。好，有跌，但是有撑。哦，这是你认为哈？不过柯老师咧，柯老师你认为讲是安怎？基本上我同意，互你头拄咧讲呀。打开始的时阵，伊有摔落来，摔我有看到一寡无公开的民调。伊拄啊伊去用迄个选举补助款去买4300万，去买迄商办的代志吼。迄阵我看到一个民调无公开，迄个民众党咧，柯文哲伊本身的支持度都差不多要去一半，但是最近咱看到，我足乱的啦，数字无啥共款吼。我有看到一个数字，伊今年提票提26.4.5，我有看到一个民调25点几，伊的个人的支持度，这上悬的哦，这是上悬的，对，我最近看到有差别真大，头拄互你咧讲的啦，差别真大啦，但是有上悬的有到26.4啊，所以有回头草就对啦。嘿，这是原因伫倒位？我咧看。就是因为你这个办案的过程怪怪但是只要刚表示讲民众党伊的支持度就已经到底啊，无一定再看未来的证据发展。那阵真正证明柯文哲伊有提钱，我即嘛是讲假设那阵唯影是安尼，民众党可能会放弃。但是若阵唔是，伊会变过来，伊会反弹出来。你看伊即马民众党的支持度一寡落来，但是时代力量起来，这表示讲啥物呢？小草无走去当个大党。因个咧看，连大党变化都不大啦。因咧看啥物？咧看柯文哲到尾啊，是有影有贪污，还是无贪污？因即马咧等答案。所以我讲实在话，我即摆我个人的态度嘛是安尼，我嘛无讲柯文哲有贪嘛是无贪，咱无看到证据嘛，咱无迄个关去看证据，我无法度做判断。但是你咧办的过程当中，你若准讲黑白，莫讲黑白来啦，真足粗鲁的啊！就是要证明，就是要好死啊！你即款的做法，你会互真济柯文哲的支持者嘛？切心到时吼，因会变过来，因会变过来，变过来时阵，伊的支持度佫会起来哦。民吼，无，我是感觉即个民众党完全是用政治诉求，你诉求讲这是司法迫害啦，所以因就是用政治语言嘛。比如说你去北所、去围北院这样的东西，就是一切都是这个民进党的错，都是赖清德在抓柯文哲，所以说用这一套在洗这个所谓的政治风向嘛。那你就法论法的人就是应该像曲老师这样子，我对这个案子呢，先前保持一个观望的态度，看伊有结果了后，再来判断伊是黑啊是黑啊。但是不是啊？这就是拢你号召群众运动，拢大家讲柯文哲是去用冤枉的啊，拢是政治迫害安怎，所以才维持了那个现在你看今天《镜周刊》有
还是有23%到28%的人认为瓜分店没有图利，也没有收贿。无错呢。的20多派，就这耶，差不多高潮都讲差不多。剩就这嘛。所以说，你说啊，北检这些新闻写个安呢，是会影响到伊什么代志？我感觉咱台湾就是一个新闻自由的国家，大家学会判断了，从扁案到什么马案到什么什么案，蔡英文那个时候的什么那个科技的那个案子，也嘛是大家嘛是安尼啊，这个就是追求真相啦。所以说，你这样民众党的完全就是你检方你也办案的结构嘛。如果你只是没有抓到这个金流的时候，当然你就会作死说你是这个间谍你办案，当然就会小草就会说这个。但是小草我觉得，不过民众党现在有点像宗教的那个信仰啦，我觉得那个。那个东西很难挽回，然后你看任何的宗教，因为咱看暗时的这政论节目吼，其实拢已经是真分明吼，一边咧讲一边的故事安尼吼，所以看到上下尾其实会看到火气哦，所以我会当某种程度会相信讲，即马要信的人是有信安尼，不爱信的人是不爱信。不过在这个法律论据当中哦，律师你会当有某种态度，互咱一般的这个民众，比如讲报纸安那写，记者安那写，还是讲以什么为主，爱看什么物件，才通好保持这上后尾，咱家己会当判断的这个笑。这个真正也真困难，因为但起码讯息量小济啦。好，唔讲也就是讯息量小济啊，是讲吼还是要有，因为吼，但起码是讲咱讯息。对，为啥呢？正反两立场不一样啦，哈，也是多看啦，哈，不要就是说卖雄心公单一人自己讲的啦。因为恭喜在像这种政治性案件，哈，其实是政治性的司法案件，其实政治性的诉求比较高啦，很多都是无谓的政治性的操作啦。其实说真的，这到最后伤害的还是台湾人民对司法信心。那叫吼老记者吼，即寡记者咧写的物件好字，你感觉有啥物物件是明显？看起来都这个唔当信，还是讲常客纯参。我刚刚这个三组被约去的记者，好，包括林传媒，包括镜新闻，包括三立，好，我讲对讲，他们会约去，就他们新闻一定有一定的真实性，好，不然连约都不用约了，好，105，比如说柯文哲1500，好，1500这台是101，应该看起来是真的，要么讲是不是11500万唔知，好。那么讲有没有被收保险箱？这已经确定了。好 ，ATM 那代志我看有一定有一部分是真的，但是问题是说，今嘛这代志是真的，甲有罪，好，这两个无地带。无一定咯，无一定咯。好，伊今嘛你有找到钱，好，要么讲没有无找到金流，而且讲实在，是不是找到钱我唔知啊？你刚刚有看有一个存提款，啊有一个保险箱尔，好，你像1500是不是钱都唔知？好，所以你今嘛。那伊甲这个有罪来无关系，即马检方的问题是讲，你前面敲锣打鼓，好像伊第一届生涯的时阵，迄阵佫有律师出来讲嘛，好，开庭前惊死人，开庭后笑死人，好，你即马嘛是共款，你讲2个月期满了后，好，你前面用这么大的动作去声押，好，你2个月期满之后，你到底提什么证据来讲有罪？好，你物件要提清。提交文啊！好，你提交文，有让说服人，迄来第二无代志。你讲到时讲提遮哩哩啦人的，你即摆就不是讲要告柯文哲财产来源不明。你如果要说柯文哲财产来源不明，你即摆的物件可能够小可有破。你即摆是要够收贿呢？钱为倒位来？即摆就讲遐个金华城遐个有4.5亿，4.5亿安怎到遮来？好，其他到倒位去？完全拢无，吼，所以我检察官会问状况是讲，你上好，你起码就巩固你的图利罪，吼，图利罪你巩固好之后，你再去你讲别项，你话免一工都放遮有诶无，愈放吼，大家期望值越高，遐反大愈大。要不讲我甲柯老师意见无共，是我甲民众党要大起，吼，讲满血复活，我感觉是难啦，为怎样？柯文哲。即便这次没有立刻一枪毙命，
尾啊后壁嘛是足久的时间，拢甲司法咧缠讼，吼。变讲柯文哲原来一个民众党本来是一个一人政党，是一个人选总统的政党，吼，即马是一个人去维护自己清白的政党。你逐工拢咧讲家己，吼，拢咧讲当下，吼，的政党。你讲我要讲，但是或是若有可能讲在第二处这要羁押的时阵，伊个完全换过来，我 OK。唔是啊，你就变英雄啊！唔是啊，我刚伊要被迫害的英雄啊！你起码被羁押的时阵，就证明讲你完全无罪。吼，你可能会交保，你可能会请回，什拢有可能嘛？啊，这个问题是这个案子不会在那地方 ending 啊。唔讲，这届就甲你讲，哦，第二次羁押就甲你讲，柯文哲清白，后壁拢无免查。这代志袂发生嘛？我是感觉吼，这连续剧唔通安尼搁再搬了。一点都不搬，你放心，拜托诶，你伫新闻界是偌久啊？